食更佳。因酒肉暴食，性易冲动。再者，夜睡不可过分后背，太暖或易动其营眼。尤应早睡早起，以免淫魔趁虚而入，扰人道心。凡夜睡晚起者，阴阳颠倒，血气妄行，最易兴起淫念，致身体虚弱多病。修道者皈依正法，更以养心淡欲，以免越轨犯过。欲念为人之大病，断之不易，因思一沾色缘，祸患无穷，多少人败得悔道，皆因一念无法克制，酿成终身遗憾。为防止淫业发生，平时应素食养生，念佛守静，不可观赏动人淫私之影片、书刊，绝止色情助缘，则可步入正道，减少淫眼之发生。修道者苦练一生，可惜甚多人半途犯下淫业而轨道。灵山路绝，葬身于色山之下，如今日所见，是淫如命，以丧其天真佛性，所以受刑显现。正服唐僧取经，诸八戒误入蜘蛛网之情境。唐僧见美色不为所动，自能脱离险境。八戒信服，故遭杀身之祸。世间万象与此相同，愿世人警惕之。杨生看来真是可怕，猪八戒难过美人关。幸好有个孙悟空来搭救，否则这下可完了。祭佛，猪八戒就是要人除八邪守八戒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八邪呢？就是一、眼观美色起淫念；二、耳听恶声出秽语；三、鼻闻香味思饮食；四、口贪生灵开杀戒；五、心生邪念起狠毒；六、意追邪情起思维；七、足行邪的想非非；八、手乱举动不端庄。猪八戒犯此八邪，幸好悟空来打破猪贪妄，令人物色即是空，不可执迷不行。有云色后思色，色即是空，却未至言，仅为骗。客欢娱而毁千年道业，实不至亦太可惜也。吾有歌曰：色茫茫，心茫茫，几人的安康？色空空，身空空，几人的善终？男也空，女也空，爱情如春风。杨生，我们架起莲台，再往别处去吧。